来看新的诈骗方式，提醒大家都要注意。这警方最近是抓到2间高级的诈骗集团，中国迄边是负责打电话假做检警甲亲戚朋友，而且为着避免这境外的电话是私人怀疑，就由台湾的机房来转接，假做是台湾的号码。这半年来，逐个月通话就有卡5万外通，可能是有900人受害，损失的金额达到5000万。 我小孩子结婚都已经6、7年了，还没买好的卡。不是被诈骗集团吧？不会吧？听见的老母接到后生打电话来，讲买厝的头期款无够，所以就提出老本金元100万。不过电话另外一边其实是诈欺集团假的。这款的要看卖我是虾米人的诈骗，即马刑事局又叫查到真侪条，背后拢是由中国人士主导的。国际电话如果从国外进线之后，会显示一个警示语音。那目前 诈骗集团为了规避这个警示语音，所以改采以 DNT 方式向民众来诈骗。就惊境外号码引起各人的戒心，对方违法的集团找到国内人士处理电话转接，靠这台数位行动转接设备协助把国际号码转换做国内的行动门号，让中国的成员会当假做检警、亲友对台湾人下手。 已经骗至少半年，每个月通话量有5万外通这多。警方初步清查，超过100人受害，损失是伫5000万以上。诈骗集团怕说我们找到，那就开始想要说，那我是可以放在车上哦，那车上就是发话地点会不固定，等于说一天他换好几个发话地点，甚至他一直在移动。警方查到不法的据点，对新北市、新竹市、台中市、高雄市等等的所在拢有，已经伫全台湾四界骗。 这回大规模抓到诈骗，伫台湾是抓到11人，不过犯罪源头也未互清掉。即马过年又搁要到，民众也是较注意的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